你間條仔好鬼似㗎！即係過到你氹村旺木村呢度參加我順德網紅姊妹嘅生日，出發！百萬網紅敏敏呢？哇！呢度仲有一派茶室啊！平時約埋3、5知己，同埋啲靚女姊妹喺度傾傾身事，飲下茶，簡直 very good。唔理你家族有幾多人，有幾大啊！你睇成個人都坐得落啊！一家人其樂融融。呢度仲有個烏影果風展，帶埋班姊妹咧，着住旗袍喺度影相，唔知幾鬼靚啊！哇！呢度真係乜撚嘢一齊晒啊！你睇打麻雀嘅。嗰邊唱歌嘅、燒烤嘅，呢個地方真係好大啊！而且每一個地方咧都唔同嘅景啊！呢度有個水池，嗰邊仲有個火山蹦蹦床。如果我生咗個仔咧，一定帶佢過嚟玩。呢度仲有個好大嘅電視啊！阿媽，我得咗啦，我上電視啊！呢度成排過去字都可以用啦，40、50個人啊！公司團建啲嘢so easy啦，仲可以入到嚟搵梅花鹿噶，不過條嘢咧食飽香啊！哇，好臭啊你！有冇擦噶？乖乖，你咪走啊！你咪走啊！捉到啦！捉到啦！冇諗到咧，呢度仲有泥鰍同螃蟹粥啊，好好玩，真係超級童趣。咁樣睇佢啲建築咧，有少少東南亞 feel 啊。佢嘅地理位置咧，離陳村花卉世界2、3公里嘅啫，高速路口一落嚟就係噶啦。原來我哋今晚燒烤啊！你睇下敏敏準備啲食材幾豐富，啲食材咧你自己準備又得，有呢邊啲人幫你備好又係 OK。喂，敏敏，哇！今日你生日，我哋送豬酒，老貴又有天長地久，你間條仔好鬼似㗎！